排中山珠海二手樓成交有回升喎，係放盤嘅黃金時機啦。但係見好多業主咧亂咁去操盤，最終咧搞到間樓咧都砸喺個手上面。今日同大家講5個賣樓嘅致命錯誤，避開咗你間樓一定賣得出。首先第一個，千祈唔好盲目坐地起價。3、4月二手樓嘅成交量係全年最高，但唔代表你可以今日加5萬，聽日加10萬。依家嘅買家其實好理性，佢會去參考小區近半年嘅成交均價。你一旦偏離市場價，買家即刻掉頭走，越等越被動。隔離同戶型嘅屋賣晒之後，你間屋放喺度都無人問津，最後要減價先至有人嚟問。第二，唔好將掛牌價當為成交價喎，業主一聽到還價就面黑黑，其實買家攞幾百萬出嚟買層樓，還價都好正常啊。如果你想買層樓實收280萬嘅，你掛牌就要預留一啲空間，例如295萬或者300萬咁樣。當賣家還價有傾有講先至有成交噶嘛，唔好一開口就冇得傾。第三，屋企亂糟糟千祈唔好擺出嚟賣，打啲被清潔下佢，執翻乾淨啲雜物，間屋光光猛猛乾淨嘅，客戶一入到嚟好感都多啲啦，分分鐘買多幾萬蚊都仲得，依筆投資絕對值得。第四點，千祈唔好邊租邊買，租客住喺度睇樓嘅時候又要夾時間，租客又未必幫你執屋喎，臨時甩底都好常見。最麻煩嘅係買賣不破租，租客唔肯搬，買家攞幾百萬出嚟買層樓，仲要等你滿租約，邊會有人買啊？如果想快啲賣得出嘅，一定要清空先好放盤。第五，千祈唔好亂簽獨家託管，想快啲賣得出要多曝光，掛多幾間中介，揾多啲人拍片宣傳，多一個人見到你就多幾個機會成交。總括嚟講，依家二手樓行情係回暖，真係想買樓嘅一定要理性定價，做好屋企嘅展示，多渠道曝光，千祈唔好貪心亂加價，亦都唔好踩中我以上講呢5個坑。今日視頻講到呢度，如果想知多啲中山珠海樓市嘅最新消息，記得關注我。